继续，咱要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对委内瑞拉受制裁油船实施封锁令。美军日前伫咧国际海峡是又搁一届扣押一只油船，这已经是2礼拜来的第2届啊。对委内瑞拉是还未力头增加，而且外界嘛拢真关注讲美国才会针对油船的行动，互委内瑞拉原油出口大量减少，国际上又会继续恐惊会来加悬。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证实，美国海岸防卫队伫国防部协助之下，拦截捌停靠委内瑞拉的墨西哥油轮世纪号，也发布一段美军直升机将真悬空降上船的影片。北京怀疑这只油轮是委内瑞拉的影船队用假造船机运送受制裁原油，金流是方用来帮助索贿毒品恐怖主义。这已经是美国无到2礼拜来第2摆伫委内瑞拉4口位出手。前一摆是伫12月70扣押油轮船长号，川普4日前才宣布，要对进出委内瑞拉防制裁油轮实施全面封锁。这摆美国讲世纪号是主权停船，同意接受检查。不过海运专家指出，几下的航运资料库显示，这只船登记看起来亲像合法，就算载运的是受制裁原油，依然属于重大升级，可能是咧协助其他油轮接近委内瑞拉。委内瑞拉政府是发表声明，谴责美军伫公海劫持油轮，强迫失踪船员，指控是国际海賊，违反几项国际法，强调美国施压一定败。委内瑞拉有缘会推动经济甲油气发展，呛声会向联合国安理会等管道提告。过去几个月来，美国以打击拉美地区毒品走私为由，继续伫加勒比海部署大量军力。即马当地已经被视是资金源，美国原油出口大大减少，继续落去可能会推升国际油价。阿根廷右派总统米雷伊俄罗川普对委内瑞拉施压，对解放美国人民有帮助。巴西左派总统卢拉警告，南美洲搁一摆受到外来军事强权困扰，对委内瑞拉的武装干预会为西半球带来人道主义灾难，搁为世界开启危险的先例。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。